就加入已经参加过28场的许富凯。谢谢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带来第一首歌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陈雷大哥的《欧苏就是外安》，会唱的朋友们一起谢谢。 我踮在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成相对。孤单的我梦向天边，多一条是我的情，你是我欢喜相识的滋味。 其实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想予你开，赶紧回来家己身边。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，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你？ 无所谓，你目睭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谢谢。谢谢封面朋友。 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成相对。孤单的我梦向天边，多一条是我的情，不是我欢喜相识的滋味。 其实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想予你开，赶紧回来家己身边。我不愿意再过来，再过去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你？ 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来，我们大声一点哦！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，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你？你我爱我无所谓。 放下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谢谢大家。所有现场的我们的医师、护理人员。 还有所有的病友以及病友的家属们，还有外来的一些民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非常开心再一次来到了基隆跟大家见面。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因为出了太阳。以往来基隆，常常拢是迄落雨或者是阴天，今仔日出日头对我来讲，这是上好的一天，所以呢。
是不是给我们癌症希望基金会所有的同仁，还有台上的乐手老师掌声一下？对，因为他们就是太阳。对，非常的开心。今天我听那个我们联英姐说，这一场是第99场，对，那我参与了第28场，对，所以希望未来还有机会，我可以参与这个活动长长久久，你们都会在吧？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，一样也是陈雷大哥，因为我最近很想他，对，所以我就开了陈雷大哥的歌单。2首歌都很可爱，我相信你们都有听过，也会唱。他最红的，他红的歌很多啦，但这2首呢，我相信已经变国歌了。再来第1首，我不要讲歌名，老师音乐下就知道了。麻烦老师，谢谢。嘿，双手借我。代志也袂讲介大条，着烦恼甲中要挡袂牢。今仔日风枕头，剩我一箍银头。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心碎总是嫌无够。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好也惨车拢是轻松甲平淡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出我，一定做甲好甲甜甲酸甲甜甲酸甲酸甲水甲。今仔日风枕头，听说着金老头，常常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。我听讲你嘛无解老。那一段好难背哦。可以帮我一起唱吗？这歌，再跟着。今仔日风枕头，剩我一箍银头。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心碎总是嫌无够。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好也善车拢是轻松甲平淡。等到有一天我来。做甲跳甲皮甲松甲甜甲水甲水甲水甲，今仔日风枕头，听说着金老头，常常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。我听讲你嘛无解老。在世何必来怨命？好也善车命总是也平淡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我，一定全家家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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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，今仔日风枕头，听说着金老头，定定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。我听讲你嘛无解老。接下来第2首歌，一样也是国歌了。你有欢喜无？我听到你的声了。你有欢喜无？欢喜就好。来啊，一起唱啊！人生海海，敢需要拢了解。有时也清醒，不是凊彩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生活较自在。天当空车无够拍，工厝无够大，也凊彩煮了无好食，人无想歹看。
在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拼扫，才讲想好，也想了到，随无对人走。人生多路，亲像咧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大概有啥法宝？其实无骗我来哦。不够大声，再一次。来，可以准备了，准备1、2、3。哎，不太整齐耶。老师再一次哦。我听就好。哦，再来，所有的医护人员，你们声音在哪里？1、2、3。耶，给自己掌声。谢谢老师。人生海海，甘需要拢了解。有时也真生，有时凊彩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规工嫌车无够拍，嫌厝无够大，也不知资料无好车，也无想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拼扫车，甲想好，也想也到，随我对人走。人生多路，亲像咧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骗我，一起唱。嫌车无够拍，嫌厝无够大，刚才厝了无好车，嫌某想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拼扫车，敢想好，也想也到，随我对人走。人生多路，亲像咧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骗我，最后一次。我听着，来咯！我听着，再一次，我听着，最后一次，我听着，谢谢。好好玩哦！你们开心吗？今天？我今天呢，差不多1点多就到了，因为呢，我下午有先去做了那个病房探视，然后呢，很多那个大哥大姐看到我都想说，这人是什么人？很戴口罩的关系。那当我讲出我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异常的兴奋。我想说，你们会早日康复的，看到你们这么有元气。但我还是很开心呢，可以见到大家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刚刚我们的王医师还有林英姐有提到，我的贵人也是我以前的老板黄义雄先生寇嫂。对，在我2010年的时候，我在高雄长庚参加了我第一次的听希望在唱歌。对，那我已经踏入了这样子这个活动已经13年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跟收获。那刚刚我跟林英姐在后台也在聊天，我说其实这样子的活动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，不管是你的思想思维，或是你看事情的态度，其实都会有所成长。对，所以我希望每一年我都可以，不管台湾哪个地区哪个医院有需要，我都希望可以去唱给大家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啊，讲到今天有个贵客是专程来看我的，这是我们台照梅小梅姐，本地人给人伊讲，我伫家伊哪有可能无来？我跟你讲，不是看你们的，是看我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一个也是特别来看你的。谁呀？他刚刚我要让他上去跟你合唱。对。一个人就谢字，是华裔流。你唱出来，我听看卖，你唱出来。来，我们议长同
志伟先生。来，来，1、2、3，欢喜就好。哎，没有啦，免惊啦，不是的，你就当做用念就好了。我们给议长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欢喜就好，来啊，1、2、3，欢喜就好。你怎么这么害羞啊？没有这个勇气，那什么？没有这个勇气。有没有这个勇气？大家给你勇气了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们就直接来了，1、2、3，欢喜就好。谢谢。这样节目很难做下去耶，这样子。一九，这样好了，不改。那个大家齐聚真不容易。是啊。我们呢，可不可以有一把椅子来，傅凯坐中间？我们来一个全体合照，好不好？摄影上台，来，有没有椅子可以？不好意思。来，这边就好。可以给我2张椅子吗？2张椅子，要邀请谁？我要邀请小梅姐坐我旁来，边。小梅姐，太棒了！这一整给我。来，一起。我们要留下2023年，今天是11月28号。对，这是我妈。好，来，那个唱歌的伙伴们，来，要一起哦。有没有还没有入座的？对，自己找饭吃哈。是。有没有那个议长亮秋光一种拍照可以会一个姿势吧？心可以吗？那你觉得比爱心是不是？对啊，爱心。好，比爱心哦。好。比个爱心吧。好。要干嘛？还有道具。还有道具。是谁的粉丝吗？是专门做谁的？是基隆什么？刚刚那个舞，你说？那个基隆长庚天团。长庚天团的。没问题哈。我发现现在医院工作人员真不容易。真的哎，下次我来可不可以做一条？刚副院长不是说放松吗？好，来，大家看，不要忘了比爱心哦，哈。来后面我们的比爱心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大家一起看前面。好，谢谢傅凯，也谢谢小梅姐，谢谢。议长，我还没放过你哦，我们让傅凯再把第4首歌上来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对，你的主题曲是什么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是哪一首？家人有什么特别的歌无？家人山，阮迄个爱你若唔放手我，伤悲伤啊，莫放手，今仔欢喜着。好，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傅凯。带来这一首我今年做了很多事情，我去演了音乐剧，然后也发了单曲，那也帮了电影唱了一首歌。那这一首歌，我觉得虽然我在台湾的北部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从南部来北部打拼的朋友，带来这一首叫做《南风》，上我打给谢谢。
了，不行了真沧桑，时间莫遐尼凶，搁予我看着你面上的笑容，同齐做人好。心事一点一点，像海洋浮浮沉沉飘落。是抬头看明月光，吃一碗红豆汤，嘴边边心头哪会酸酸酸？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。望身体健康，期待搁再相逢，敢会当原谅少年时的懵懂？像一风霜，已经我的理想，原来思乡也是一种力量。不惊了真沧桑，时间莫遐尼凶。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，无期的家乡已经变做他乡。不惊了真沧桑，时间莫遐尼凶，搁予我看着你上的笑容，袂搁再孤单。谢谢。谢谢。傅凯可以为我们念一下吗？你写下的祝福是什么？愿人们不再为了病痛受折磨，也希望世界和平。祝大家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傅凯。傅凯跟我一起，我们把这个卡片挂到这个树上。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请傅凯跟我们一起，是，那挂上，好。我看就这个地方好。好，在星星的最上方。好，谢谢傅凯。谢谢。那我们要请傅凯跟我们一起把这一只癌症希望基金会在20周年的时候的一只纪念熊，它有一个名字。熊鹤的客山，哇，熊鹤的客山，对，是，所以我们想把这一只送给我们长庚的一位病友，傅凯跟我一起好吗？好的。对，是长庚的工作伙伴们特别安排要把这只熊送给各位病友。旁边是先生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会，我跟你讲。恁坐好啊，恁坐，我去后面，来，我去后面，好，让他们站着，好不好？你们坐着就好。你们坐着，我来后面。这个先，来。到时候，后边咯，可以吗？谢谢傅凯，谢谢傅凯持续13年一直参与听希望在唱歌的活动，这也是听希望在唱歌的第99场，徐富凯的第28场，对，也是今年2023年听希望在唱歌的第1场。当初长庚的管理团队跟我说，你们这台湾的第1场，所以。今天是从基隆长庚起跑，接下来明天台大癌症医院，接下来还要到高雄，还要到嘉义，再一次的
谢谢傅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雷姐，谢谢所有老师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在第二位歌手要出场前，刚刚有特别介绍，就是刚刚因为有眼不识泰山。